力神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JD 娛樂快訊。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。今晚焦點係26歲前港姐兼火辣女神邱晴 Mandy Yeoh 被封亂版李珊珊，最近為開電視旅行團去越南富國島拍攝，潛水衣拉低事業線，比堅尼浸泥漿，玉露則雨，重現高海寧經典。32D 身材突破尺度，網民轟動直呼高拎都要輸，虛脫。旅行團首團邱晴帶隊越南富國島，第一集潛水衣拉低拉鏈，解放深長事業線加修長美腿。網民留言多謝福利，虛脫佢好正。第二集加碼過山車尖叫，水上樂園狂玩，接吻橋煙花浪漫，泥漿浴最震撼。穿鮮藍比堅尼浸溫熱泥漿。撥泥漿淋身，白滑身材夾出5寸事業線，鏡頭特寫胸口，完美重現高海寧為食總司令泥漿經典，當年破100萬點擊。事後 IG 大派高清比堅尼照，網民暴動 Cameron 點忍，新一代身材完美示範，按摩環節半裸露則語，更令全網暴動。邱晴首拍旅遊節目興奮感恩，富國島新泳唔熱，節目緊湊唔夠喉，幕後團隊好照顧，第一個 trip 真係感恩。他豁出去穿心口大窿泳衣，水上樂園放電，泥漿浴大解放。攝影師識做特寫養眼，網民熱議近年最鹹濕節目泳衣放題。有人言下身影少嘥料，但反應爆正，趣事分享，鋪頭誤會4 in 1，笑死我哋，真誠搞笑，圈粉。睇緊呢個片嘅大家，平時返工壓力大，飲食唔健康，休息唔足夠，好容易影響男士床上表現。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，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萬寧同店濃縮度最 top。J Daily 小編親身試過，只係食咗1盒，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得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咧都特別有耐力。食夠3個月咧，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。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，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而家咧仲有全新包裝咧，正式登陸香港萬寧，第一次首先試下1盒體驗嘅。如果覺得 OK 嘅，買3盒裝咧，一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。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，萬寧有售，認住力神呢個名同埋封面嗰隻黑熊就得，千祈唔好認錯隔離，或者俾人講兩句就揀錯第二款。邱晴1999年9月14日出世，26歲，公屋出身，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畢業。2017年17歲參選港姐，獲亂版李珊珊封號，入10強，民選冠軍，簽 TVB 入29期訓練班。TVB 時期主持 Think Big 天地，封 Think Big 女神，做美女廚房3客串劇集。2021年離巢跳出舒適圈，轉型 KOL 大晒性感寫真 ，IG 粉絲暴漲。近年練荷蘭飛環，東京世界盃助港隊第11名，獲讚比贏港姐更耀眼，語言流利，粵英普日韓，由清純轉成熟性感，變化極大。邱晴由港姐、新人 TVB 兒童女神，到離巢後性感 KOL 兼運動健將，靠甜美外表、專業同敢挑戰。今次越南篇福利鏡頭突破尺度引熱議，但她大方、感恩、真誠自嘲、高 EQ 可愛，粉絲直稱女神永遠正，期待更多人氣爆升，未來無限。感謝收睇 JD 娛樂快訊，會繼續緊貼邱晴動態，留言打氣，share 支持火辣女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